来，生词太多也没有关系，就是把那个音熟悉一下。嗯，好，那同样我们也是先祈求文殊菩萨吧，给我们有点就是给点智慧，能够把那个藏文学好。那么当公布讲白样了，下次了，看给了这对面真正认得那老师，今年推广继续学习的你给多干两帮子，看到西边尊上马里门徒都爱开始为。着作观了不及大自养了出去养点松，周大七着年末年龙来给家着追在紧。马里没事东爱牛个今年就在日子那，对呢，他见社区他说原来绿作改善土谷，就差就当就你现在大陆没事江北养了对。我马儿巴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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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儿巴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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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马儿巴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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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给看着我是去。大陆地母明白入些呢，家当根据雄鹿多把也，老者宝贝那我这都是好，先大家看一下。刚刚前面的那个什么都没听，一个句子都没有听懂啊，没有听到一句啊。孔雀就有，孔雀就有，还有什么？还有吗？声音有点小吗？
啊。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先它里面讲的内容里，我这边生词，先把那个生词看一下，它会讲到什么？先有个求辣嘛，对，求辣，求辣，求辣，对，求辣。求拉就是有的时候长辈自己的哥哥也会讲求拉，求拉，哥哥也会讲有时候是会对先生也会讲求拉，就是对有长辈的一个称呼，求拉兄长，嗯，欧巴嘛是。那在此第二个生词牙狼，牙狼，牙狼，牙狼就到起来，对不对？起来或者起床都会这么说嘛。牙的一般是嗯，来来的话牙秀，牙秀，或者牙优，牙秀，是不是？我们通常会用到这个牙优牙秀，牙就是进去嘛，啊、牙优就进去，是牙优。牙就是牙秀就是进来嘛，牙秀，进来进去，牙优是进去，牙秀是进来。看起来，对啊，站起来，牙浪，牙浪，牙浪，婆母牙浪，仆牙浪，儿子起来或者是女儿起来的时候会用这个嘛？牙浪进去，对对，进来，对对对对，牙秀是进来啊。叫牙秀的时候，我在已经里面了，我这都叫他进来，牙秀，哎，牙秀，我在外面让他进去，牙优进去，牙优。第三个是用的是齐密，其他影片里面用了他的名字，人的名字叫齐密，那个女生的名字叫齐密他叫她起汤嘛。齐密通常是气就是死的意思，灭就是不死嘛，无死齐密，就是反过来就长寿嘛，齐密，千万别吧，不是，我是说啊，长寿只是活比较久，可是不死的话，应该是就永生了。长生不老的药，不是那对个对对，啊。长生不死。但是我是说反过来的话，它也是就是不会死。这当然了，没有一个不死的，当然它都会往。但是在人的起名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或者是也有一些药，亲密植物，亲密植物就是长生不老的药，亲密植物，亲密是这个吗？那植物就是丸嘛，对不对？植物，我们通常药丸，植物，植物，
많이 리부 많이 와마 많이 리부 신부新吧这是新部新吧。那么影片里面用的是新吧新吧啦。他说喝起来的时候用的新吧啦他喝了，他很好喝，新吧，美味，嗯，也可以说是好喝嘛，好喝。呃，都是好的意思，但是讲法不一样。行不度是好喝，你如果是喝的话是好喝，吃的话就是好吃嘛，那就是形容是行不度是可以。那你喝的行吧，行吧啦，他没有直接说行不度，行吧啦也可以。那这行吧啦，行吧，这个是口语，嗯，行吧。为此，刚刚他们的对话当中他就用了说那个那个男生求辣嘛，对不对？求啊求辣，他这个他问了，对不对？求辣，他这个人先生问了嘛，先生求辣求辣，但对话当中是不会讲到这种，因为是说话的人，他是这个先生，对不对？求辣说亲密朗诵耶，亲密朗诵耶。亲密就这个人的名称，对不对？那个女生的名字是狼，就是刚刚讲的是起床嘛。松，他起床了吗？松叶，口语会讲松叶嘛？狼松叶，狼松叶。如果是书面语的话，就松俺我们有没有教过文法的时候，松后面要加一个俺，是不是？看俺他们南帕嘛俺，这个是不是松俺，但是不是我们对话口语，所以呢就用松叶，松叶，嗯啊，亲密朗诵耶亲密朗诵耶，亲密雅朗诵耶，可以这里如果他问了亲密雅朗诵耶，也可以起床了，亲密朗诵耶也可以，这两个都做两个的说法都一样，朗吧雅朗吧亲密着送耶亲密雅着送耶，要加一个特意说明它上面去上面了吗？还是进去了吗？亲密着送耶走了吗的亲密雅着送耶是上去了吗？那在这个地方呢，亲密朗诵耶朗本身就是也是起床的雅朗，亲密朗诵耶，亲密朗诵耶，亲密朗诵耶，嗯，那个我老婆太太就回复了啊，阿酱阿酱阿酱，他其实这个吗？这两个是一样，你不如果是书面的话，就不是用耶，要用松昂，因为我们现在他的对话里面的是口语，松耶用了松耶书面语的话用松昂嘛，松昂。这里面的动词是什么？浪嘛啊。
起床了吗？起床了吗？啊，七米羊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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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这个地方那就是它龙狼这个意思都是一样啊。嗯，牙龙，我又会，嗯嗯，那不是七米牙龙堂，这个是命令嘛？牙龙命令叫他起床嘛，叫他起床嘛，七米牙龙，嗯，汤，这也是这里的牙龙汤是也是一种后面的一种命令的语句，切汤啊。我们在文法里面，这个档案啊，档案啊，当你语气语言，当你语气语言的这个档案按了就这个教学我们文法的时候，当这个字分类有5个啊，你们记得吗？还没，已经，哎，有汉的这个它的意义，那再来它有好几个嘛，它是有时间的，是不是？我们当初教的时候，时间说什么什么几点，就是说不哦，你们下午等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你们下午等落特气，所以这个它呢是那个是讲解那个时间啊，这个档案是作为这教引，教引就是你要教，比方说上司叫你做什么，后面会有加一个堂啊，切堂啊，录中也不切堂，对不对？录中也不切堂，录中是学习，好好学习嘛，录中也不切堂，后面加一个堂，所以那个堂是有点像命令。那直接讲命令也是这个鼓励的一种句子嘛，叫他做这件事，做到啊，这个句子里面没有什么差别嘛，前面这个到这里对不对？啊，他回复了啊，不是回复，都是那个老婆对他讲，叫他起床嘛，对。求拉列松，求拉列松，列松就是回来了嘛，来了啊，求拉列松，求拉本身前面就有，大哥回来了，是吧？求拉列松，求拉列松，哦，嗯。求拉列说，对他来说是大哥回来了，对那个妹妹来说是，呃，啊，对亲密来说是他的大哥嘛，所以对那个妹妹讲，不会说先生回来了，他一定会说你的大哥回来，哥哥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求拉列松，这个时候求拉是他的大哥啊，求拉列松啊，所以这些，所以这些。所以这是茶嘛，对不对？茶的敬语，茶席、茶席、茶桶、茶桶，喝茶，对不对？茶桶、茶桶。那这里用了敬语，所以用说，所以这，所以这些，所以这些，所以这些。后面在第三句里面，那个老公回复了他我呀，我呀，我呀，突击器哦，突击器，突击器，问过，问过，啊，这个一个口语，突击器本身就突击器就可以了，突击器就可以了。
后面的啊，谢谢我，中文也会这么说吧？谢谢喽，好好，那就不用我了，谢谢喽啊，装可爱。你们谢谢喽的时候装可爱吗啊，亲戚啊，突击起哦，我就是亲戚，对不对？突击起哦，这个 uncle 这个你们不学也可以，反正你们知道它这个里面的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是属于咯哦，突击起谢谢咯或谢谢我，哇，是发音这个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嘛啊，对啊，哇，行吧啦，行吧啦，哇，行吧啦，行吧啦。那个行巴拉就是你对任何一个食物说啊，没有差别，喝的也好，吃的也好，都可以讲这个。行巴拉啊，那你如果吃了一个东西，那你觉得好吃，哇，你可以说行巴拉，就是好。你喝了一个茶，好喝，行巴拉啊。那什么行巴拉？什么好？那什么好呢？什么好？那就是你就形容那个茶的行巴拉。茶茶的辛巴拉，对不对？这个茶好喝啊，卡拉的辛巴拉，卡拉的辛巴拉，这个饭好吃，对不对？这个食物好吃啊。前面啊么么的辛巴拉啊，么么的辛巴拉，你们就每人拿一个来说什么辛巴拉，你们拿一个食物来说啊。来啊，辛巴，叫辛巴就没有完整的一个句子，没有辛巴，还比较不会这么说，还会就会辛巴啦，他就好吃，我们如果是中文里面讲好吃的话，直接用这个句子的话，好吃，那你完整的句子行不读，行不读，就是完整的。那他这边只用了辛巴，辛巴，那我一定要后面去那个辛巴拉啊，什么样的食物都可以，你要后面形容用这个来说，你们每一个食物来说一个食物，你们吃，兔巴行吧啦，哦，突不辛巴拉可以，然后再加一个这个是吧？兔巴迪行吧哦，啦，突破的辛巴拉是吧？突破的辛巴拉，这样可以好啊，嗯，突破的辛巴拉啊。那我就脏巴迪行吧啦，脏不的行不啦？哦，对，脏不的行不啦？很好。是这样迪行吧啦，赤茶的行不啦？赤茶是 coffee 嘛？coffee，赤茶的行不啦？娘迪行吧啦，伢的行不啦？这个鱼好吃，伢的行不啦？我可以说天巴吗？天巴面疙瘩天度哦，天度对，天度天度的辛巴啊，拉，天度的行不啦？啊，古树的辛巴拉，哎，古西的行不啦？是吧？我的辛巴拉，我们的行不啦？是，大大很好。古树已经被你说了。牛奶，我们哦妈，哦我嫁，我家的行不啦？啊，我家的行不啦？奶茶，奶茶，我家的行不啦？啊。查鲁马的辛巴拉，哦，策路马的行不啦？橘子，哦，策查路马，鲁马对，很好，策路马的行不啦？策路马，策路马的行不啦？啊，对啊，可以啊，下巴里的行不啦？么么的辛巴拉，啊，哦，某某的行不啦？
馍馍的喜欢馒头嘛，或者是包子，我们都会讲馍馍嘛，馍馍统称啊，鸭虾，的行不啦？牦牛肉是吧？鸭虾的行不啦？啊，金木的行不啦？啊，是金木。啊，要记得是行不啦？这个你们要往后吃了之后，你，哎，行不啦？他的呢马章，马戏。那这两个是用法是内容是意思的一样，马戏是就是其实怎样啊？马戏那钱呢？啊，马戏钱呢？马章那什么什么什么啊？其实什么什么，所以用的时候呢，用马章或者马戏。马戏钱呢？啊，马戏钱呢？啊，马戏我用样马戏我用样面，其实我不其实我不来，就是马戏我用样面，其实我没有要来啊，其实我没有要来，马戏我用样面，马戏我用样面是吧？马戏我用样面，其实我对，就是对，没有说不想说，就是其实我不对的，本来没有要来嘛，所以用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马戏或者是马章，马章。那这个是看句子，它前后句子才会知道它用法。先这个名词上面说，你可以说看理解成其实这个马戏，孔信，严肃，是吧？放假或者休息，严肃也是休息嘛。那孔信是放假，那这两个都会有时提定孔信也是今天是休假嘛，假期啊。提定孔信这边，人家会问你们提定孔信这边，提定孔信马了，提定孔信马的，提定孔信马了，提定孔信马的，提定啥卡的？提定沙拉巴了，提定沙拉巴，星期三啊，提定沙拉巴多怎，就一点嘛，我们学过对不对？这个多怎或者袋子是口语上面会用讲袋子这档，给一点，对吧？袋子这档，袋子 keep you， 拿一点，袋子 keep you， 就是多怎跟袋子是一样，袋子啥档？吃一点，袋子啥档？袋子缺档，缺就是吃嘛，敬语对，袋子缺档，对，吃一点，袋子缺档那前面要吃袋子缺档，那前面要吃的是什么东西？你加一个的话，那就是什么什么吃一点脏吧，袋子缺档。还有呢，某某袋子缺档，睡觉袋子缺档，喝一点茶，睡觉袋子缺档，爬犁袋子缺档，吃一点饼黏住是睡，
那是住就是让它水，让它水，黏住。切住就是让他做这件事了，切住，切住吧。让他说 love 住，让他说 love 住，谢住，谢住就让他说，谢就是说嘛，谢就是说，所以谢住 love 住，后面撒住，对，痛住，对，啊，什么 love 住，让他学 love 住，对的，可以啊 ，love 住，让他学 love 住，对，让他学 love 住，让他看大住，对啊，宽让大住，大住，大住，所以这个自主，怎么自主？怎么自主？自主嘛？怎么自主？怎么自主？所以这个注是大几乎都是放在动词后面用嘛，对不对？让他做什么什么什么，超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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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宠坏嘛，宠坏，超辣当，超辣当。那这里面的超辣当是宠坏是就是小孩子被宠坏，那其实加辣超辣当嘛，就是东西坏掉了，东西超辣，加辣超辣亲吧，加辣是东西嘛，对，加辣超辣亲吧，超辣亲吧，坏掉了，东西坏掉了，牛骨超辣轻松牛骨超辣亲吧，牛骨超辣亲吧，笔坏掉了，牛骨超辣亲吧。那因为在这个影片里面是讲人，所以不能说坏掉，就是宠坏，小孩子不能宠坏。这娃，这娃，这娃，这娃就是关系嘛，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娃，米达米巴给这娃，帕马达不以这娃逆库，逆库，逆库，这个很简单，是不是？睡觉逆库。兵器，兵器，兵器，兵器是亲人，亲人说兵器亲人是兵器。那口语会用到兵架，兵架，兵架，这是口语里面说亲人所用兵架，兵架。但是你们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写上面的兵器，兵器，兵器，兵器那个先生他说到什么呢？我们刚刚名词里面看到马藏，马藏呢，马藏呢，提林，空睡着吧，马藏呢，提林，空睡着吧，马藏呢，提林，空睡着吧，所以马藏呢是我刚刚马上翻成了其实嘛，对不对？马上其实今天是放假日，其实今天是放假日。孔姓是
放假嘛。刚刚我们这个生词多，我们前面有学到，所以今天是放假日。马扎呢，提林是今天公司日吧？今天是放假日。没刀子捏住，没袋子捏住呢？没袋子捏住呢？没袋子捏住呢？啊，让他多说一回。袋子捏住，让他多说一回，是不是？马扎呢？马扎呢？提林那个。马上提的公司是吧？也可以，那个年没有也可以。马上提的公司是吧？么就是他就是他，因为他自己的妹妹嘛，他直接用了么。女生没有没有用敬语，那可以说么，是讲么的时候就是女生。破，你们如果是厕所的朋友，么破嘛，男跟女，所以厕所里面会写破么。哦，啊不是因为么多是研究呢，就是说他的语句里面呢，么多是研究呢，后面加个可是让他多说一回又怎样？因为今天是放假日，所以么多是研究呢？它就是一个口语里面的，它的含义是么多是研究呢？让他多说一回，就是当然是就是有让的，么研究呢？让他多说一回又怎样？要是语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么多是研究呢？还是让他多说一没什么？如果让他多说一回也没什么，因为今天是放假，哪个切住呢？看得多，这是有点如果若也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但是在这里呢，如果让他说一回也没什么，这个难呢，也是一种给他一个疑问，让他多说一回，嘛，就是一个让他多说一回又怎样？让他多说一回没什么事，就是也是一个反过来问他一个。啥酒呢？靠啥酒呢？看得多切酒呢？看得多，就是一个拿的也是一个否定后一个问句反问的一种用法。太太又回复了，他居然编辑，
因为可能是因为电影里面是口语，所以会用搬家，搬家，搬家，搬家。他居然搬家，居然给，超拉东，居然给，超拉东。那你自己的亲人，你自己宠坏吧，因为让他说还不起床睡懒觉，还说让他多睡一会，哼。你哭呀他，超拉当呀，叫我是给读给，你哭呀他，超拉当呀，叫我是给读给，叫我是给读给，啊，你哭呀他，超拉当呀，睡觉和宠坏这两种嘛，叫我就是关系对不对？叫我是口语里面都会用叫我是啊，这两个有什么有关联吗？啊，叫我是给读给，叫我是给读给，读给是读看嘛，是不是？文法来讲看那语。休息了吗？哦，对，我们休息。45。亲密，别拿的，这哪里是？马上提光线了，没得是研究呢。他看他病该看他不了的。你可的除了单只要是个对，我上次上学个是你搞的，你病该什么都可以你搞的，俺们看对你给学校。什么呗？那现在我保守了还知道的些。还是到我搞了这个给这还是给那还是。哦，光是这个送的是挺多。空个送下来呀，谈的叫了全部利用作，变就年过七八地套了，变就三点南路用下来呀，原来没了国粹就嘛多，旁边龙就当叫马来送下，说是确实结果就开始没了去送下。
치미 세제 테딘다 아자 뜨시나 가서 니 야부 쇼송아. 줄라 당공이 야부 쉬고 스니라메 야부 쉬고 셰리관 당송아. 줄라 come on 당공 아니람 나나 한국 가우스텐사 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 줄라 ngazu 왼쪽 가진 피고라 칸스는 추리 공개 쇼르와. 미스 피위네 세나 말에 된다. 자베소스 피에디 가림비네 쿨론디 야부시키나 딜레 펜 침부였고. 딜로스나 라스파유니 냐만 탈데버치. 다이네 대샤 아메리카 나올이야 추빌 침부이드 간데나. 윤접디게 표에 가올이야 개체쇼디 된자디게 바 방디 부스티 아니 바르삼리야 춘주레르 쇼에 기체고요. 왜 태경이 돼야 나 두긴다 저저 테딘다 바이짱 얘나 네, 지금 나왔어요. 치미 얘나 저랄레사스나 마산 트리콘센로 모테스 녀주나. 태케라 빙게 케라 돌아다 니코야다 촐라탄 제스케드. 산 디사 셴게 즈니 가스트 예핑게 삼투코 니 가스 암라 카테니케 슈샤 삼루베. 마신 거 버스는 같이도 되죠. 가시 타고 걸스 두베 게저 가르시게 가시 공사 쪽 승리시켜도 봐. 콩그스와야라야. 단대절 zam불이 용서 벤조 년구 침버디 토라. 벤조 사된 남로 용야라야. 규레 밀업 고츠즈마도 밤에 롱제 당겨 말했으면서. 스스 촉시 제거에 개침보를 했으면서. 마산 트리콘센로 모테스 녀주나. 태케라 빙게 케라 돌아다 니코야다 촐라탄 제스케드. 산 디사 셴게 즈니 가스트 예핑게 삼투코 니 가스 암라 카테니케 슈샤 삼루베. 마신 거 버스는 같이도 되죠. 가시 타고 걸스 두베 게저 가르시게 가시 공사 쪽 승리시켜도 봐. 콩그스와야라야. 단대절 zam불이 용서 벤조 년구 침버디 토라. 벤조 사된 남로 용야라야. 규레 밀업 고츠즈마도 밤에 롱제 당겨 말했으면서. 스스 촉시 제거에 개침보를 했으면서. 치미 세제 테딘다 아자 뜨시나 가서 니 야부 쇼송아. 줄라 당공이 야부 쉬고 스니라메 야부 쉬고 셰리관 당송아. 줄라 come on 당공 아니람 나나 한국 가우스텐사 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 줄라 ngazu 왼쪽 가진 피고라 칸스는 추리 공개 쇼르와. 미스 피위네 세나 말에 된다. 자베소스 피에디 가림비네 쿨론디 야부시키나 딜레 펜 침부였고.
디 로스가 라스 파유니 냐만 탈데버치 다이네 대샤 아메리카 나올이야 추빌 침부이드 칸데나 연접디게 표현가블이야 개체쇼디 된자디게 바 방디 부스티 아니 바르삼리야 춘두레르 쇼에 기체고요 喂，再给你的呀，我读给你的，小着听听的。拜张。심해 차세다 간데스 야 차세 도서 지리 라니 테모야 보자 고야관리야샤 꿀제 카이스데 키요 숭제 닌가리야샤 투제 고숭 투스 도숭거 무슨 라니 마살샤도 마살이야 고시토 제가 마스 류기바 참마차바나시 제가 참마차에 차드다 류기 차체니 파에도 차바 차었어 제가 차체가 고숭 투디 말하면 오시게 아니 저리도 생겨 탐제 펜버쇼 말람 겨베나 상모 쓰르고 이나 샤루칸의 쓰고다 아, 저거 연결. 내가 네 차자 오잖아 야, 또 나만의 년 보인다.对，边州哦，边州哦，边州。根本。对。什么？偏晕，哦，偏晕哦，偏晕，偏晕。还有吗？还有听到？啊？啊，读个音哦，读个音的。然后你们刚刚笑了，是要看到听到什么？啊，郭松兔，郭松兔，啊，不是你们一个句子上面你们不是有在笑吗？英文的句子 ，common 是吗？Come on 了 ，Come on 了，多嘴啊！不是英文 ，Come on，Come on 了，Come on 了，这多嘴啊！多嘴，哦，哦，Come on 了，你们就听到了，Come on，Come on 了。你看是嘴嘛，忙着多啊。唠叨是不？唠叨，唠叨是头。就是多哥哥取笑他嘛，就是这。就是说多嘴啊，这个如果是书面语的看忙完了，看忙完了，看忙完了。
苏美语是看忙完了，忙完嘛，看忙完了。那口语会叫看忙啊，忙了啊，念成啊，胖啊。挺退，挺退，挺退，铁下，铁下，挺退，挺退，都是现代，是挺退那。铁下卡的几个哟，挺退卡的几个，现在在最近在做什么啊？现代在做什么？近代啊。选业，选业，选业是青年嘛？选业是青年啊。一般的那个业是什么生嘛？是不是？业是生，选是年轻嘛？啊。介绍，介绍，介绍，让我没吧，让我没吧，介绍，让我没吧，介绍，就是不自由的，就是抱怨后，对，不自由的抱怨后，让我没吧。一般来讲，让我灭吧就是没有自由嘛，对不对？让我灭吧是没有自由的，让我灭吧是没有自由，对不对？那让我灭吧给说，又来了一个让我灭吧给说，就是你们刚刚说的什么？不自主的、不由自主的抱怨或者喊叫。就是不是刻意的，给说我就是不是这个说这个动词，动词里面我们有分两种嘛，哪种？自动跟他动嘛，啊，那这个是自动嘛，可对，可对，可对。这可对，那这是何时也会用到？何时的时候也会用可对，可对，可对勇敢，可对力吧？什么时候来的？可对力吧？啊，可对勇敢什么时候要来？可对勇敢啊，那这边可对以年，那总是的意思，可对以年，经常可对以年，任何时刻，可对以年。如果用可对以年的话，可对以年。挺好，挺上，巡夜，天做，你嘎起多，挺上，巡夜天做，你嘎起多，挺上巡夜天做，你嘎起多。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爱睡觉，不看中文，每一个字可以看，可以了解吗？啊，挺上，巡夜天做，你嘎起多。
年本纪，年本纪，生住况。哎，那前面的生住在下面呢。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这是因为这个前面的句子里面的这个生住，生住，这本身是他的名字啊，人的名字叫生住，生住，它的含义是什么？心想事成，心想事成，生住。sam 就是心里面是心，住就是成啊，所以心想事成就生住，生住，人的名字有这个生住。可爱啊，他，可就是那个嘛，他。中文会用吗？这个他啊，他孔色丘，那通常经常是在这藏文里面用这个孔色丘的时候，就是指的是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孔色。很多在西藏的在学校里面。学生大部分都会说孔色丘啊，就是孔色丘是尊者，指的是尊者达赖喇嘛。松听，听译。你说松听也好，听译也好，这两个都是在讲的是信函。一般是听译就是信嘛，听也是信，那前面加一个松就是敬语，松听就是松听信函。所以我们这边用了一个本纪啊，这边刚刚讲的年本纪，生住况逆嘎久的。年本纪，生住况，逆嘎久的。年本纪，我的亲戚，本纪就是亲戚嘛，啊，年本纪，亲戚，中文写错了啊，这个中文亲戚。年本纪，年本纪啊，亲戚对，年本纪生住况，这是况是也字嘛，他也生住他也生住也，逆嘎西度，就是赖床嘛。就是逆嘎度本身直接翻译的话是习惯睡觉，没有直接说床，没有这个床这个字，那中文翻成就赖床吧。阿姆拉，可对呢，该说不的。
阿玛拉，阿玛拉，可对以呢，可对以呢，可对是任何时候每次嘛，可对以呢每次都任何时刻，所以说每次都给小小的在碎念，给小小吧，啊。可对以呢，可对以呢，什么时候，任何时候，可对以呢，解释嘛的，用这个可对以呢，什么时候，也可以说可对以呢，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可对以呢，解不明度，解释嘛的，可对以呢，这个可对以呢是用在也是可以说，什么时候都，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可对以呢。解不明度，解不明度，解释嘛的，解释嘛的，口语的话是可以用解释嘛的嘛，所以这个可对应呢，这个刚刚见过。求啦，深住阔诶，深住阔诶，没事呢，没事呢，阔，挺上，보스턴了，가르치기도，没事呢，阔，挺上，보스턴了，가르치기도，가르치기도是吧？가르치기도，가르치기도是在做什么嘛？가르치기도，가르치기도，콩 가르치기도，아무나 가르치기도，你们每一个人就用가르치기도就用一个句子嘛。아무나 가르치기도, 빨라 가르치기도, 걔나 가르치기도, 쫄라 가르치기도,啊，是吗？喂，你们可以多会讲用这个，因为虽然是卡的几个是比较容易，但是你们自己又讲起来的时候又不一样，每一个人就拿一个，刚刚轮的用卡的几个都是用造个句子来说嘛。漏，给那卡的几个对，老师在做什么？给那卡的几个很好。来，你们。您的从哪里看？君彼しげ西米卡的几个对，可以啊。猫在做什么？录取卡レジゲド录不出卡的几个学生在做什么？录不出卡的几个这边也好，对。캠보라 댄상 가르치기도. 很好。天布啦，挺山卡的几个天布最近在做什么了？挺山我们刚刚有嘛？给大卡瑞奇基督。给大卡的几个班长在做什么？那
错给仁波切啦，卡雷切基督。哦，我们的荣不起在做什么？那所以荣不起卡的切的很好。冲波啦，卡雷切基督。哦，从不拉卡的切的。哦，那个商人在做什么？帕拉，卡雷切基督。什么？帕拉，巴拉巴拉。啊，巴拉卡的切的很好。巴拉在做什么？阿加拿卡雷切基督。啊，这拉卡的切的。哦，好好。哦哦，캐랑 장마 가르치 캐랑조 장마 如果是用 캐랑 的话 캐랑조 장마 啊 캐랑조 장마 가르치기 예 这个时候不能用都啊 캐랑조 장마 가르치기 예如果是 콘조 장마 가르치기 도 那个时候用都对 콘조 장마 가르치기 도 캐랑조 장마 가르치기 예很好很好因为这个 do 跟 예 这个用法上面是比较难嘛对不对哦对了说第二は監視した監視した監視監視タコ考虑起了这个月被给这里这个月被给这里監視就是谁知道監視啊監視你是说你说人家问你是你如果你不知道監視你就可以说監視你看印度人就用头轮回复嘛你就说監視那在经文里面呢我们在学小理路啊学小理路之后在定义里面有个監視对不对这个不是说不知道哈就是说監視就是前面定义有两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具备它是古铺盘底的话出叫多掉看是这是古铺盘体就是定义里面有两个条件的话讲第一个条件的时候它不仅是第一个时候它就会用一个看系那个时候看系的话就是是的意思在你们看社理学定义里面用的这个看系是普波音巴看系我不音巴看系我不音巴看系纯粹女巴音别起是吧如果是这么比如说这么说比方说不仅是手作性而且什么什么所以说用个看系好那现在转过来我们现在是这边的看系是谁知道看系看系所以不会刻意在口语里面不会直接说看系不会这么说看系你说他据说他现在在上大学嘛高丽大学对不对那如果也被给这里是其实他现在去上大学了据说他现在去上大学这边现在在上大学这个上吧那个上是可以上大学这个着这边的着可以相当于这个上不会说去上大学可以说去上大学他刚开始因为在这里就是说他不确定嘛他就是谁知道看戏就说他是现在在上大学如果预备在这里是
他过了这了之后，因为给这个就是不确定了，就是他自己有据称是他自己现在有去上大学，但是真正有没有去上大学不确定啊。这个给这里是这样。哦，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嗯，说他现在嘛，后面你讲几句，然后用了这个给这里的时候，你确实不是很确定了啊。对对，听人家说这么，별게 신규 계절에서就说他会讲藏语，별게 신규 계절에서，但是真正不晓得，嗯，哦哦，콘서 쪽이 송지식 텐두가 콘서 쪽이 송지식 텐두가 콘서 쪽이 송지식 텐두가 콘서就是尊者嘛，松听是姓韩，当然텐두就是有一方尊者的姓，텐두就是其实텐是有出现了，OK，这个吗？引过，引过，引过，这是也是一个尊称，这是一个尊敬的一个尊称的一个符号。这个吗？这是你也相当于那个藏文的七，12347，数字七，数字七，藏文的数字七，藏文的数字七是这样写的数字七。沙甸，沙甸，沙甸，巩固嘛，就是很坚固的意思。朗龙，朗龙，朗龙，就顺利嘛。朗龙是顺利，朗就是其实是道嘛，对。举令，举令，举令不？举令，要长期。长期，鬼粹，鬼粹，鬼粹，需求，鬼粹粹其实量，量，那鬼就是需要的，你需要的量，鬼粹，鬼粹，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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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放逸嘛？旁面，拢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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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享受或者是享用，你就看前后句子来区分。拢句前部，拢句前部，拢句，拢句，拢句。拢句，拢句，有两种拢句的时候就变成名词了。拢句，这个时候这个变成句是动词啊。抽戏，
抽细，抽细，抽细是知足啊。开清不？开清不？开清不？重要嘛？啊，这些名字啊记不起没关系，把那个发音发准先。错啦，空给松亚拉呀，空给松亚拉呀。这空指的是尊者啊，他尊者提到是吧？空给松亚拉呀，空给松亚拉呀。他得切了，他得切了。啊，现金呐、他得是现金。怎不灵？永做，怎不灵永做，怎么灵永做，怎不灵，怎不灵是全球啊，永做也就是整个的，整个的全球，整个世界啊。边疆任贵，边疆任贵清吧，边疆任贵清吧。边疆是经济啊，任贵呢是衰退，衰退。清不跌脱了，清不跌脱了。边疆任贵清不跌脱了，清不跌脱了。边疆沙甸南龙永远贴了。边疆沙甸南龙永远贴了。就是边疆沙甸南龙永远贴了，是为了达成经济方面的稳定。边疆沙甸是稳定嘛？啊，南龙就是其实是稳定。哎呀，顺利也对，对，顺利。雨林没了，国最近马道，国最近马道，雨林没了，国最近马道，雨林就是长期嘛，那没了对人，国最近就是就是人类要长久性的对物资使用紧需需求，国最近是就是紧需所需的，紧取所需。旁边龙句，起句，摇马的，送下。旁边龙句，起句摇马的，送下。旁边龙句就是放逸嘛，旁边就是放逸啊，龙句就是享受啊，就是放逸的去享受啊。就是其实际上滥用的意思，对。旁边龙句起句摇马的送下，不能这样放逸的滥用。说是抽戏切鬼亚贴，说是抽戏切鬼亚贴，说是就是每个，那谁呢？那每个人嘛，每个人说是就是每个人，抽戏就是知足嘛，要知足，每个人都该要知足，所以说是抽戏切鬼亚贴。开清不人送下，这是非常重要。开清不人送下，开清不人送下。送是就是我们中文都会在前面嘛提到，在尊者提到，就是送就是说了这一句，所以开清不就是重要，对不对？开清不是重要。好，
在下面。宠坏的，这里。啊。哦。啊，错了，跟前面的单字不一样。前面那个单词超辣，超辣，这个辣是喇叭的辣，前面那个，这边的是超辣，超辣，因为是超辣也是一个口语的嘛。那这边的辣是超辣，口语的话是可以用超辣，其实用前面那个超辣，超辣。超辣。秦乐吗？不是秦乐的，爬了的了，爬死了，秦乐，不是这个，那个是秦乐嘛？那个是超辣，超辣啊。这个超辣，所谓的超辣是也是口语的英文。哦，这个你们念一句吧，你们每个人念一句比较好啊。亲妹朗诵诶，怂昂。啊，这个不用，这亲密朗诵也就可以。亲妹牙龙堂，走啦啦松，来松，随家蟹。哦呀，突击切哦个，哇，行不啦？行吧啦？行吧，行吧啦。行吧啦？马上呢，terrain 空色热吧，莫得捏住呢。哦，莫得捏住呢。莫得捏住呢。捏住呢。对，莫得捏住呢。哦，这样有口气啊，那个可以。该我了。啊。他困拿本切，克人去抽拉屯。东。东。啊，克人去抽拉东。啊。你去牙堂，出老当牙，这我是，个对个。这是客。我是客。对个。对个。这是客对个。这我是客对个。对。天上选给白错你家几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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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几度？没关系，后面啊，你从那边来，你呢？不是，你OK。我本切三住扩张，你家己矿，你家己越来。哦，我本切三住矿，你家己越来。啊。阿妈啦，卡杜营内给秀巴瑞。对，给秀秀很好。阿姆拉卡杜营内给秀秀巴瑞。话筒。
삼주코에 什么块？你要说是什么块？ 삼주코에 마 마시 마시네 马西呢？ 마시네 코테산 보스턴라 카레 체기도 哦，很好。 강시 다코 컬리지라 조기 예배 깨자래 哦，他个读 college 读一位在这里。 空萨丘松金系敦度嘎，这漏了这个属歌啊。空萨丘吉松金喜，吉松金松喜，基行吞度啊。吞度嘎。啊，孔子就松金喜吞度。喂，没有，可以分开，不用那么长。空기 송야 라양 嗯， 단다 他得吃了。 단대차 잠불인 용조 边疆 ben주 냠구 냥구 침바 침바 대 토라 토라 benju 벤조 사딘 람롱 람롱 용야 테라 테라 규린 규린 미라 미라 괴즈 공추 괴츠 鬼雀 징마도 百切 旁 龙雀 네 방미 旁 방미 旁妹龙 롱주 雀 지규 지규 且具 요마레 马人松送下送下，说소스 초시 抽血 제거야 血 돼 鬼亚的，개 첨부리 不人 送下很好哦，把这小小鸟啊哦。空气松压那样，他的家人怎不灵用着，变着年纪轻不提脱了，变着沙丁南龙用呀太了，巨人米了，国粹即马多，旁面龙居。祈求有马的送下，说是确实切国呀的，给全部人送下。这个比较长了，这个比较长，然后这里面的单字比较多，所以你们回去看前面那些单字，这几个单字。这几个单字，啊，才这些几个单字念准了的话，那才会把这个词、这个句子念得比较准。嗯，那我们今天就8点半，是不是？我们记得8点半。啊，8点几？啊，已经8点半了，是不是？啊，好，那 OK， 那我们就修心发送了啊。다니 심지에 탐제라 이시 노부 렐하베 탐주 루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진바쇼 칸도 수당 로베체 다니 군레 면다시 현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진바쇼 전라 군도 랑유라 도지 녀모 게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전도 동네 도바쇼 人心眼白心间呢，地动茶杯能通车，人间跌宕车把心，你把各位紧紧说。打了先给插到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让给200趟，给个先了比我说。
看了大给偏大白，热瓦切瓦看西去，新都米日女前那，新年堂把大瓦笑。东南外当举把伊，偏的马南滚了步，马也女当东野滚，三位大了两把笑。铁大滚将去给给，东北体面马半心，去跟有马的西北路。西面青蛙来只手 ，OK， 谢谢，那我们下周见。